讲到过去是因为惊日本的小牛症，咱日本牛肉进口限制对一定爱是30个月以下的牛。不过小署当时正式来有个讲，要修正日本牛肉的进口规定，讨论未过限制，引起外界讨论。鲜果嫩的和牛搭配糖酸日本式的豆油，落鼎的时阵，肉香规个冲出来。日本牛肉袂少台湾人介意，不过较早因为小牛症疫情的影响，规定敢若30个月以下的牛肉会当进口台湾。即嘛是药署是研究要取消这个限制。日本在108年6月向我国申请30月龄以上的牛肉输入台湾。这个申请案经过食药署的审查程序，确认食用日本牛肉的风险是可以忽略的。根据食药署的资料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把小牛症的风险国家分做3个等级。日本、甲美国、加拿大同款，拢是属有风险会当疏忽。台湾已经伫2021年开放美国，部分大细只牛肉拢会当进口。嘛，伫2023年开放加拿大，日本是2019年申请开放。食药署表示，经过6年专业评估，认为风险真低。这一类我们最顾虑的是在狂牛症疫区的这些牛只，变异性蛋白 prion 的浓度。它是会蓄积，那年龄越高，它蓄积的量就会越高。到时候有发生状况的时候，要在溯源上面就会比较困难。我们业者就会更多的选择，像是松板和牛啊、神户和牛。那我相信政府也有严格下去做控管，所以我觉得狂牛症的疑虑，政府的话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好的正面的消息。若是荷兰甲瑞典目前嘛是属有小牛症风险会当疏忽的国家。荷兰牛进口限制12个月以下，瑞典是30个月以下。食药署解说，两国拢无申请进一步开放，目前修正草案需要预告60天，广泛收集各界意见了后，后续再个评估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